唔該，有冇 media 證、傳媒證？係 ，sorry， 係。你係同主禮嘉賓，哦，係啊。你係邊個主禮嘉賓？歐豬嘅。哦，我記得。早晨，早晨 ，Hello， 大家好，各位台上嘉賓，各位媒體朋友，各位參加者，你哋好嘛？好，大家今日天氣都非常之好啊！先介紹自己先，我係今日嘅司儀 Brian 陳安娜。Hello， 大家好，今日嘅大會司儀張嘉欣阿 Yana， 大家早晨。歡迎大家嚟到我哋一年一度，亦都係全香港最大嘅單車慈善活動——上海商業博愛單車百萬行2025 with Line Friends。歡迎晒咁多位嘉賓同埋傳媒朋友啊！單車百萬行咧已經係嚟到第13屆㗎啦。除咗繼續咧今年可以得到上海商業銀行連續8年嘅鼎力支持之外咧，我哋仲有得到好多唔同嘅機構啦，同埋廣大嘅市民支持啊！實行健康綠色低碳生活，齊齊為環保慈善出一分力。而今年嘅參加人數係超過4000人㗎。喺呢度衷心多謝咁多位嘅參與同埋支持啊！係啊，呢個咁好嘅數字，大家俾啲掌聲好唔好啊？全靠你哋嘅鼎力支持啊！咁亦都講下啦，今年好特別啦，我哋新增咗一個嘅汀九橋延伸嘅路線挑戰組啊！咁啊，首次新增咧，亦都有超過1000人參加啊！踩上呢個全長21公里嘅挑戰組路線。另外咧，大會亦都特別請到啦，我哋大人小朋友都好中意嘅國際 IP， 就係 Line Friends 嚟到支持，同大家一齊去踩單車，一齊去玩。咁大家記住啦，踩完單車翻嚟之後咧，喺我哋嘅青衣 Ivy 嗰度咧，就會有嘉年華啦，一齊玩遊戲、影靚相，到時咧仲有好多精彩嘅表演節目添啊！冇錯啊！咁大家咧見到我哋今日咧非常之人才仔，我哋嘅主禮嘉賓咧，亦都已經喺我哋台上面準備就緒咯。呢個時候咧，首先咧就等我哋以最熱烈嘅掌聲去歡迎台上面嘅一眾主禮嘉賓，陣間咧就為我哋去主持呢個開幕儀式先啦。首先咧，我哋以熱烈嘅掌聲歡迎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先生 ，GBS PBSM JP， 信德銀行行政總裁林永德先生，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新界工作部李功勳副部長。消防處處長楊恩健先生 FSDSM， 民眾安全服務隊處長羅仁禮先生 MHJP， 香港警務處副處長管理陳俊生先生 PDSM PMSM， 入境事務處副長管制簽證及證件程和睦先生 IBS。處
處處理副處長更新及管理唐信先生。博愛醫院董事局主席周俊達先生，黃曉君後任主席，陳國基第2副主席 MHJP， 曹思豪第3副主席，黃偉光第4副主席，黃陳鴛鴦第5副主席，郭志成第6副主席，吳太榮第7副主席，葉家威第8副主席。當然仲有唔少得我哋嘅活動愛心之星 COLLAR 成員 Ivy So， 另外仲有 MIRROR 嘅成員 Stanley， 仲有黃金寶先生 SBS MH。繼續我哋嘉賓，仲有嚟自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處長暨高級助理處長江學禮先生 PMSM， 葵青民政事務專員暨葵青區議會主席鄧顯權先生 JP， 荃灣民政事務專員暨荃灣區議會主席歐家成先生 JP， 元朗民政事務專員暨元朗區議會主席胡天佑先生 JP， 深水埗民政事務專員暨深水埗區議會主席黃欣賢先生 JP， 香港警務處新界南總區指揮官暨助理處長麥展豪先生 PMSM， 香港警務處荃灣區指揮官羅家康先生，香港警務處處理葵青區指揮官祁樂瑤先生，香港警務處元朗區指揮官陳金菊女士，香港警務處秀茂坪區指揮官謝翠欣女士，醫療輔助隊新界西總區指揮張永德醫生，袁志平總理、楊敏健總理、潘文思怡總理、盧官田總理、陳燕平總理、司徒立總理、蔡卓軒總理、陳耀東總理、梁振棠總理、許以勤總理以及陳庭剛總理。亦都有簡浩秋永遠顧問 MH、彭少顯永遠顧問 MH、簡陳潔霞永遠顧問 MHOSTJ、郭向景後任總理、EC Infotech TL Ltd 羅永忠執行總使、麗福集團黃耀華先生、振陽兄弟單車公司 Managing Director Mr. Jason Lee。職業訓練局助理執行幹事兼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副院長林子珊博士，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副院長行政及企劃李德文先生 ，Line Friends 香港及澳門品牌策略高級經理 Miss K 空，香港著名女子自由車運動員李慧詩 SBS MH， 前香港健美及運動攀登運動員鄭麗莎女士，運動 KOL Fiona 何希慧小姐同埋梁敏巧小姐。再次俾熱烈掌聲，多謝晒我哋台上一眾嘅嘉賓啊！多謝你哋嘅鼎力支持。咁呢個時候咧，我哋有請咁多位嘉賓啊，可以望一望我哋正前方嘅傳媒朋友，我哋一齊影一張合照先。好，我哋先望正中間啊！好，我哋一齊笑一個啦！望住我哋中間嘅大會攝影師。好，你繼續。OK，好到。好，跟住我哋望一望右手邊嘅傳媒朋友。係啦，我哋一齊一致望一望右手邊。係啦，我哋嘅右手邊傳媒朋友，我哋笑一笑啦！咁多位嘉賓，非常之高興啊！今日呢一個日子。好，跟住我哋望埋左手邊。OK，thank you，唔該晒咁多位。好啦，事不宜遲，我哋有請第一排嘅主禮嘉賓咧，可以先稍而喐步咧嚟到去為我哋主持啟動儀式。麻煩咧，大家可以去到起步區嘅位置啊。係啦，我哋咧麻煩我哋第一排嘅主禮嘉賓們，可以咧先慢慢啊移步去到啦，就係我哋下面嘅位置嗰度啦，去為我哋主持啟動儀式㗎。係咁啊，台上嘅嘉賓咧繼續頭部啊。
好開心啊！今日我哋咁多位嘉賓咧，真係好早嘅時分咧就嚟到支持我哋活動啦。咁亦都知道有部分嘅嘉賓咧都會身體力行啊，同大家一齊參與我哋今次嘅單車百萬，一齊去完成呢個嘅單車路線啦。我哋可以放低啲嘅。係啦，咁你哋係啦，你哋請就啊。冇錯啦，各位記者朋友們咧都可以就係慢慢移步咧去到呢個位置嗰度啦。咁我哋咧稍後就會喺呢度咧同咁多位主禮嘉賓咧一齊進行一個起步儀式㗎啦。我都影咗好多，中間真係非常之好嘅，呢個位置啦，我哋嚟到準備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天黑啦，而家慢慢天光啦，見到呢個日出打過真係好靚嘅天喎。冇錯，我哋嘅太陽啊，非常之好嘅氣氛。好啦，咁我哋咧咁多位主禮嘉賓都可以一齊望住我哋中間大會攝影師啦，我哋咧俾個 like 一齊影翻張大合照先啦。好，我哋都一齊望一望我哋左手邊嘅傳媒朋友啦，就係我哋咁多位主禮嘉賓嘅左手邊。好，跟住再望一望我哋咁多位主禮嘉賓同嘅右手邊嘅傳媒朋友。好，大家準備好咧，一陣間我數3聲咧，各位嘉賓咧就可以一齊拉動起步禮嘅裝置，為我哋今年嘅活動咧係揭開序幕啦。各位嘉賓準備好啦嘛？預備，3、2、1。上海商業博覽單車百萬行2022 Live Race 正式開始。好，我有請咁多位嘉賓留步啦，我哋再影多一張嘅大合照啊！係啦，我哋咧有請咁多位主禮嘉賓們，可以咧就係一齊望我哋中間嘅大會攝影師，拍一張合照先啦！我哋中間嘅大會攝影師。繼續笑啊！有冇人講㗎？唔該曬呢度請。OK， 繼續中間嗰個。好，跟住落嚟亦都請出我哋今日嘅特別嘉賓，嚟自 Line Friends 嘅 Brown and Connie。係啦，歡迎晒 Brown and Connie，咁亦都咧就喺我哋嘅主禮嘉賓後邊啦，一齊咧同我哋嘅主禮嘉賓們咧就係影翻張合照先啦。好，咁我哋同埋我哋嘅 Line Friends Brown and Connie一齊咧望住中間嘅大會攝影師。好，我哋一齊咧就係望望我哋左手邊嘅攝影師同左手邊嘅傳媒朋友。好，再一齊望望我哋右手邊嘅傳媒朋友。好，唔該晒咁多位，麻煩晒咁多位啦。依家咧，我哋就首先咧想有請將會出發踩單車嘅嘉賓們可以前往起步區領取單車，準備起步。而我哋嘅咁多位主禮嘉賓們啦，同埋 Live Friends 咧，都可以移到我哋台上面，移步嚟到我哋台上面呢度咧，稍後將會為我哋進行呢個鳴槍禮㗎。係啦，亦都咧請咁多位咧係陣間會出發踩單車嘅嘉賓們可以先去起步區嗰度領取大家嘅單車，準備起步。而其他我哋嘅主禮嘉賓們咧都係可以稍而喐步嚟翻咧我哋台上面呢度咧為我哋主持鳴槍禮。哇！我都好驚，大佬震嘅黐人。係今日嘅活動好快就會正式開始㗎啦。攬炒有乜想講啊？我冇啦，我可以嘅，但係哇妖啊！好驚我好驚我好驚。呢個唔使攬晒㗎，係咯。有咩事向入？好啦，見到咧，我哋嘅嘉賓咧都仲一上到台咧，開始咧準備我哋嘅鳴槍儀式啦。同時咧都要提一提啦，我哋咁多位傳媒朋友們，為咗大家嘅安全起見咧，希望咁多位傳媒朋友咧都咧係可以先去到旁邊啦，為大家而設嘅記者台上面揾翻個靚位啊，陣間咧就可以影嗰啲靚相啦。大家喺
準備出發之前咧，咁我見到我哋好多嘅參加者咧已經係準備就緒啦。不如我哋都俾少少溫馨提示佢哋先啦。係啊，嗱，咁多位參加者們，歡迎晒大家今日參加我哋嘅活動啊！相信咧各位都已經係準備就緒㗎啦。大家記住啊，我哋咧呢一個活動咧就係非競賽單車活動啦，所以絕對咧係安全第一，唔需要漏快嘅。同時咧亦都希望咧就係咁多位參加者咧去配合我哋工作人員嘅指示，有需要咧係可以隨時揾我哋嘅工作人員去幫手。另外都要提一提大家啦，我哋咧陣間稍後起步前面嘅路段將會慢慢收窄，咁所以咧大家記得要注意安全。而更加上到公路咧亦都會有一條長距離嘅上斜路段啦，所以大家記得要注意體力啊！有需要嘅話咧，鏡頭嚟㗎，小心啊，小心啊，貴重㗎，鏡頭嚟㗎。喺右邊休息一下，先再慢慢過踩㗎。我好驚。係啊，冇錯啊，都係大家見到咧，我哋起邊個位置其實係稍為係一個斜路啦，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啦。就係要為保留嘅體力去完成我哋今次嘅路線。影到係咪啊？MC 入多少少。我自己啲機入多少少。係啊，好過界啊！入到海度嚟嘅啫喎。好，咁啊，同時間咧，提大家注意單車安全咧，都要提提大家啦。咁啊，沿住呢個咁靚嘅風景咧，大家一定會拎個手機出嚟影相啊！小心啊！記住踩單車嘅時候咧，千祈唔好掛住睇電話同埋影相。咁另外咧，其實平時用電話咧，我哋都要時刻提高警覺啊，小心電話嘅騙案，減低受騙嘅風險㗎。記得喺手機下載我哋嘅防騙視伏器，遇到可疑嘅號碼咧，就可以即時發出通知提醒你啦。今日咧，我哋局長咧都嚟到現場支持，局長可唔可以都同大家呼籲幾句啊？因為而家咧係科技發達啊，咁啊騙徒手法層出不窮，但唔緊要，你自己防騙參照得啦。第一招不接聽，將啲電話非常清怪，唔清楚就單車起步你做咗惡㗎。第二不輕信，即係話俾你聽啦，係你啲咩親戚朋友啊，要小心嘅啫。第三咧就不過數，講到最尾都要整錢啦。小心駕駛喎，應該係。真係假啦，所以咧二住咧防騙三招咧就穩陣好多啦。係咯，我上司啊，Thank you，唔該晒局長嘅分享。係啦，大家記住啦，防騙三式：不接聽、不輕信同埋不過數啊！咁啊，同時間亦都提我哋嘉賓啦，我哋活動嘅頒獎禮咧，一陣間咧就會喺9點開始，大家記得咧可以翻去青衣嘅 Ivy 一樓平台，咁呢陣間咧就會喺嗰度咧同大家再見面嘅啦。企入啲啊，企入啲啊！好，咁啊，啱啱聽完局長嘅呼籲咧，相信咧就係我哋嘅咁多位嘉賓啦，同埋咧我哋嘅車手們都知道㗎啦，就係咧緊記呢個防騙三式啊！好，咁我哋咧亦都係見到咧，我哋嘅第一組嘉賓咧就準備緊啦喎。我哋都可以介紹下先啦。咁我哋第一組有我哋頭先嚟到台上支持我哋活動嘅嘉賓啦，亦都身體力行咧係參與我哋嘅路線啊。咁其實咧，我哋亦都有第二組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第二組咧嚟緊咧就係我哋嘅博愛長者隊啊。咁佢哋咧就係嚟自透過由上海商業銀行贊助嘅博愛醫院長者夢想成真計劃。長者咧願意做運動咧已經非常值得我哋鼓勵㗎。我哋俾啲掌聲呢班老友記好唔好啊？老友記。係啊，俾啲掌聲我哋後面嘅咁多位老友記，同埋咧今日咧參加我哋呢一個上海商業博愛單車百萬行2025嘅咁多位車手們啊！大家準備好未啊？你後邊你仲再行啊啲行家，喂我可以係好。呢首咧亦都係喺我哋嘅起點嗰度準備緊啦。咁稍後陣間咧，我哋亦都係會分唔同嘅組別去出發嘅。咁我哋台上面嘅嘉賓們啦，大家咧應該都已經係手上面拎到一支打氣旗仔啦，亦都咧係有一個鳴槍嘅準備啦，可以。咁我哋咧稍後時間咧，我哋準備好嘅時候咧，我哋咧亦都係可以請我哋台上面嘅嘉賓啦，一齊咧就係推動你哋嘅團隊，為我哋今日嘅車手去打氣啦。咁我哋再提提大家啦，小心咧，我哋起步呢個路段咧，前面咧就會慢慢收窄㗎。咁啊，大家記住就要注意安全啦。
咁而且咧上到公路呢一段咧，其實都係比較長距離嘅斜路啊，大家都要注意你嘅體力分配啦，量力而為啊。同埋最緊要，我哋今次嘅活動咧係慈善為先嘅，就唔係一個鬥快嘅比賽，咁啊，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安全，注意你嘅速度啊！冇錯啊！我哋今日呢一個賽事咧，絕對就係以安全為主，安全第一啊！咁就係除咗咧，我哋咁多位嘅車手之外啦，今年嘅活動咧，啱啱都有同大家提過啦，我哋咧係新增咗汀九橋嘅延展路線啊！今次咧首次展開呢一個延展路線咧，就已經咧係有差唔多1000人啊去挑戰呢一個路線啊，全長21 km 喎。咁我哋呢一個挑戰組嘅路線咧，稍後時間都會出發嘅喎。係啊，其實真係非常之難得啊，因為即係平時真係可能1年1次，你先有機會可以踩上呢一段嘅路線啦。平時都係搭車或者揸車先能夠經過啊。今次大家能夠踩住單車沿路欣賞咁靚嘅風景啊，一定要慢慢享受啊！係啊，再加上咧今日嘅天氣當然都非常之好啦。我哋朝頭早嘅時候咧，可能都稍為有啲叫做紅，有啲風咁樣啦，比較大風啲。咁但係嚟到依家呢一個時間啊，準備開始我哋嘅活動咧，太陽亦都係升起啦，氣温啱啱好喎，都非常之舒服啊！係啊，咁我哋亦都繼續介紹下啦。我哋頭先有講過啦，第一組就我哋今日嘅嘉賓組啦，第二組亦都有博愛嘅長者隊啦，第三組咧都要大家俾多熱烈掌聲啊！就係我哋嘅傷健隊啊！咁今日咧，我哋都有好多嘅傷健人士啦，同埋我哋嘅智障人士係一齊參與，多謝你哋嘅支持，希望你哋都享受今次嘅活動啊！好啦，咁我哋咧嘅活動亦都係準備正式開始，我哋嘅第一組車手們準備可以出發啦喎！台上面嘅嘉賓們亦都咧係可以拎起你哋手上面嘅旗仔同埋你哋嘅起步氣笛準備好啦喎！如果大家準備好嘅話，我哋就一齊開始倒數啦喎！好，預備，3、2、1。冇錯，先苦後甜啊！咁啊，開頭咧就少少斜路啦，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下分配好你嘅體力。咁但係見到都完全行多嘅大家都好順利啊，咁樣出發。見到啦，喺我哋起點位置準備咧，就係我哋嘅傷健組啊！
預備3、2、1。Let's go！ 加油加油！非常之咧就係感謝我哋嘅雙業隊啦，每年嘅活動啊都有你哋咧去一齊參加呢一個咁有意義嘅單車馬拉松，加油啊！精彩精彩！好啦，準備係上線啦，嚟到我哋起點區位置啦，大家俾好啦，嚟緊嘅呢一隊咧，就係冠名贊助上海商業銀行嘅隊伍啊！果然見到大家人強馬壯啊！除咗自己嘅職員之外咧，大家亦都係去鼓勵自己嘅朋友啦、家人同埋客戶一齊去參加喎。係啦，咁亦都不厭其煩提提大家啦，我哋一條嘅長斜路啊，所以大家記得咧係保留你嘅體力啦，同埋記得要轉波啊！咁我哋咧不如一齊數3聲，我哋就準備好出發咯喎！準備3、2、1，出發！ Let's go！ 加油加油！非常之快啊，一馬當先啊！我哋依家呢一組嘅咧就係我哋嘅冠名贊助上海商業銀行嘅車隊們啊！見到真係人強馬壯啊，浩浩蕩蕩。喺呢度亦都要真係要代表大會咧，係感謝上海商業銀行啦，因為已經係連續8年冠名贊助我哋嘅單車百萬行啊，令到呢個活動咧可以以年度舉行啦，成為我哋城中嘅單車盛事。絕對係啊，多得咧就係上海商業銀行啦嘅鼎力支持啊，咁多年以嚟令到我哋嘅上海商業博愛單車百萬行咧，年年都可以非常之順利地舉行啦，亦都係有好多嘅市民去支持呢一個最大型、全港最大型嘅一個單車活動啊！係啊，咁我哋嘅活動咧，其實都真係要多謝好多嘅贊助商啦，好多嘅來賓啦，包括亦都有我哋嘅活動大使 Line Friends Brown 同埋 Connie 啦，亦都有愛心之星 Ivy、Stanley 同埋阿寶啦，仲有一眾嘅傳媒朋友咧係全力支持啊！咁啊，當然都唔少得我哋要多謝咧，今次活動背後咧，其實有好多嘅義工朋友同埋我哋嘅工作人員咧喺度幫手咧，先能夠確保咧活動能夠順利、安全、愉快咁樣舉行㗎。上海商業銀行嘅車隊們啊，大家準備好未啊 ？Hello， 咁多位。係啦，知道大家咧一出發好興奮啊，都想攞個手機出嚟影相啊，但係記住要注意安全啊，因為踩嘅途中咧驚會即係影響到其他嘅參加者，所以大家真係要小心啊！好，咁我哋咧亦都係一齊數3聲啊！我哋一齊數3聲之後咧就出發咯喎！3、2、1。Let's go！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咁多位。
啦，我哋咧前面嘅路段將會係慢慢收窄㗎，咁所以咧咁多位記得啦，安全第一最緊要啊！而上到去公路之後咧，亦都有一段係好長距離嘅斜路段啊，咁所以咧大家喺開頭嘅呢一個位置，記得咧就要保留一下體力啦。有需要嘅話咧，咁我可以將單車停喺右手邊嗰度休息一下，先再慢慢踩㗎。係啦，咁我哋前面嘅路線咧，可能辛苦少少啦，因為嗰度係斜路啊。咁啊，但係記住，當你辛苦嘅時候，望下周邊你一齊參與嘅朋友，望下咁靚嘅風景咧，咁啊好快咧，大家就會踩到去我哋好舒適嘅平路㗎啦。轉頭終點再見。我冇畫面。加油！好啦，亦都喺度咧，唔該晒我哋台上面嘅咁多位嘉賓啊！見到咧出發咗嘅隊伍咧，都已經非常之努力咁樣向前進行啦。咁所以咧，亦都喺度咧，想先請我哋咁多位嘉賓可以先到我哋嘅台下邊休息一下啦。Thank you， 再次多謝晒你台上嘅嘉賓咧，今日咁早咧嚟到鼎力支持我哋活動啊 ！Thank you。咁亦都要多謝我哋同嘅贊助商啦，來賓啦，我哋活動大使 Life Brands Brown 同埋 Connie 啦，我哋有愛心之星 Ivy、Sammy 同阿寶啦，仲有再次多謝咁多位傳媒朋友嘅支持啦。係啊，咁大會工作人員咧，稍後時間亦都會係繼續指示餘下嘅車隊咧，就係北溪出發㗎。咁大家記住啦，踩完單車嘅時候咧，記住去青衣 Ivy 啦1樓嘅平台咧參與我哋嘅頒獎禮兼單車嘉年華。頒獎禮咧將會喺9點舉行㗎，除咗有唔同嘅表演節目之外啦，我哋會做大使 Brown 啦同埋 Connie 到時都會驚喜現身㗎。有攤位遊戲，亦都有精彩表演，千祈唔好錯過啊！冇錯，我哋見到咧頭幾組嘅車隊已經順利出發啦。嗱，雖然咧依家只係7點幾啦，不過咧頭先咧咁多位嘅車隊啦，同埋我哋嘅車手行過咗之後咧，都見到咧大家非常之龍精虎猛，相當之熱血啊！咁其實咧，我哋今次嘅活動啦，除咗可以做善事之外咧，仲有好多意義㗎，又可以做運動啦，又有機會踩單車上昂船洲大橋，同埋首次踩上汀九橋，機會亦都好難得啊！同時咧，亦都要提我哋準備出發嘅咁多位車手啦，因為咧橋面上面啦可能會比較大風啦，所以大家都記得要注意安全。配合大會嘅工作人員指示，咁其實咧係注意車以外咧，都會有工作人員去幫手。最重要咧就係要有一個又安全又好穩嘅單車路程。另外啦，雖然咧踩上路船，因為大橋上面有好難得風景好靚嘅車，如果係食晒咗，我先由呢間貨就特登放低佢。喂阿飛，咁關到我咪得咯。好哥。check 下咯。好啦，咁跟住咧，我哋嘅工作人員咧亦都係會根據咧大家嘅準備情況啦，去安排咧我哋嚟緊唔同組嘅車手去出發。就咁得啦，最低啦，我1、2。喂，check 1、2、1、2、3。得唔得啊？check。咩啊？OK 啦。咩啊？睇下。講條揮線記時喺度。睇住，跌咗。你想拖爛我支咪？你覺得越爛都唔使做。係啦，有咩意嘅放嘛？唔好整爛。你整爛公司啲嘢唔緊要，我整爛水啊嘛。水我你要我寫咯。係啦，我有條仔要做保安，你可以整爛過嚟先㗎。Hello， 先做黃金寶房。Alex， 黃金寶你有冇嗰啲發電發煲嚟嘅？我哋主要咩點？金寶
佢係咪冇降低到米兜啊？降到最低嘅話機會，因為就下邊嗰隻要再撐。好，選呢個最低。各位朋友，我都喺度啊，得嘅，都做得 OK 嘅。差唔多差啊。OK。真係好啊！見到你哋。係啊，依家上嚟我哋都做食嘢喎。一定。係傳媒朋友係咪 ready？ 早晨。想問下咧，即係覺得今日個天氣點樣啦？適唔適合踩單車咧？即係個溫度其實都比尋日即係跌咗10度啦。其實會唔會話即係參加者去準備上先要快啲到？其實都 OK 嘅，因為呢個天氣咧踩單車都係好嘅天氣嚟嘅。不過可能前2日突然間琴日朝頭早都好熱，跟住大家又要個適應過程咯。咁今朝起身，我覺得輕輕地着件長袖衫咧，其實踩起上嚟咧，其實都好舒服。同埋咧，雖然琴日落完雨啦，咁其實反而有時候落雨之後咧，啲空氣更加好啲啦。覺得條路線其實 OK 嘅，因為當然咧有少少即係起伏嘅路啦。咁喺上斜路嘅時候咧，可能大家要花少少力氣啦。咁其實其他地方咧都好嘅。OK，唔該晒。踩完單車要快轉埋你有條村嘅。哦，唔係其實好開心啊！過嚟啦！千祈唔好行過嚟，見咪收。繼續邊？咩？你哋繼續，你哋繼續。我以為你身上攞到手啫，繼續做嘢。唔係，我係最低級嘅。我精神咯，係。台灣
喂喂喂！跟住話交翻俾阿君，佢可以馬從指揮。佢有㗎啦，佢相信最多佢話個午餐，佢話個午餐係好瘦嘅叉燒。不過唔係一樣嘢咧，嗰啲人嗰啲咧一走晒鴨唔搞，所以搭車又搭車搭到去。之後就好忙咯，佢一日由7點到9點。長咪航天城咯。係咯。不過你而家啲人嗰啲，我哋有隊員。幫手即係你車咯。嗰個類似一個集中係3集嘅片咯，即係更加多嘅係製作組嘅背我哋嘅逼佢係好有錢，所以充滿住神態，係啊，同埋充滿住生死觀。3就逼咗嘅，咁但係因為我10樓又要飛翻翻，所以到28翻嚟。但係我哋所有 run down 一個練習啦，之後啦，有個頭大家手掌係啊，所以我記得比較清楚。OK， 好。應該準備啦，個感受係點先嘅？第二句就係前面好嘅。加油！